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9日夜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你知。中国咱的国军咧有列出全台湾14大是解放军的北上华沙坡，今早起伫台东的地本也无去解放军要上华演练。马祖4月到6月接大望这飞行器波倒飞，着旅客伫马祖等2天，甚至要坐船，船票拢互旅行社爆了了。2015年发生游乐园的这个烟雾爆炸事故，55人死亡。落尾这团体诉讼法院是判主办单位着爱赔人4亿，那发生的董事长等人是唔免赔。美国在台协会的新主席罗森伯格来台湾访问1礼拜，特别是提升即台湾甲美国双方会当有更较密的合作关系。不过，针对着中国威胁一直在增加，美国印太司令阿基里诺虽然不愿意去推测解放军拍台湾的时间表，不过伊也强调伊的责任就是阻止这场冲突。那美军已经做好准备，但好来应付临时发生的事件。美国在台协会罗森伯格主席。美国在台协会新任主席罗森伯格上任了后，头一届来台湾访问。罗森伯格是美国外交甲国安事务资深官员，历任国务院甲北京国安会真侪项重要职务。月初伫总统蔡英文出国访问过境美国期间，嘛是专程陪伴。伊即届伫台湾1礼拜，要提升台美全方位的密切合作关系。Taiwan is a valued friend and important trade partner, and is critical in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尤其美国更是台湾共享民主自由价值的坚实伙伴。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多次重申台湾关系法以及6项保证，也9度的宣布对台军售，坚定支持台湾强化自我防御卫的能力，并且共同守护区域的和平稳定。最近强军一直扰台，20要搁伫珠江口部分海峡举行军事演习。除了这以外，中国嘛利用假消息遮的认知作战，持续对台湾发动攻势。美国印太司令阿基里诺伫国会听证会坦白讲，中国对台军事威胁一直增加。虽然无愿意要强军攻台可能时间表，不过美军已经做好准备，通因应任何突发事件。For me, it doesn't matter what the timeline is. The Secretary can give me this mission today. So I'm responsible to prevent this conflict today, and if deterrence were to fail, to be able to fight and win. 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首席副助理部长罗伊尔嘛表示，无预测未来的侵略，侵略不是伫眼前，也不是袂当避免。美国会依照台湾关系法，确保台湾会当自我防御，并了解所面临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国军有列出全台湾14大是中国解放军侵犯台湾的北上环的沙坡。最近也同咧做检视，已经伫咧桃园的德威啊，也有宜兰头城进行演练。今早起也有伫咧台东的地本无记解放军要上环，系因为最近这中国解放军伫咱东部外海扫来扫去，就学者警示讲，有可能是对东部爬起来攻击花莲的嘉山基地，也有台东的志航基地。那遵守无调，就会变做是中国解放军后勤运输的基地。3台2车突击车对海面上开来，目的是要登陆台东的地本海堡。海军陆战队19模仿强军上海堡，出动2车突击车加中号级战车登陆南。第二作战区是执行兵事推演，对强军加大伫台湾东部的军事力量。中共航南山东号伫军演期间是演练节起降。日本防卫省指出，强军七娘南18透早4点通过台湾东部海峡向北航行。学者分析，强军环台原以西部为主战场，无排除强军对东部登陆，攻击空军花莲嘉山基地、甲台东志航基地。像轰6这样的飞机，那个在比较远的距离发射这个对陆地的攻击飞弹，或者是从这个舰艇上面发射的对陆的这个攻击的这个巡弋飞弹，那可能就会对我们像例如说这个在花莲这个基地或者是台东的基地可能会造成一些威胁。那当然我们在这个花莲跟台东，我们其实都有这个地下动库可以避免遭威胁。可是你如果说机场没有办法运作的话，战机也没有办法起降。专家讲，若台东被登陆，强军恐惊踢下花莲绿岛甲兰屿机场，真侪运输基地。像全台54个所在，可能是强军环台红色山坡，最近是以检验防务的工作。你们的先遣部队已被我军歼灭，而你们的后援补给也被我军所截断。国军3月伫桃园第位渔港展开反登陆操演，防止强军夺下桃园机场，伫宜兰头城演练9号关键基础设施。5月伫淡水河口、桃园观音、新北金山进行实战化训练。
我们现在也在强调我们的这个低空跟野战的防空能力，这个包括我们未来的这个陆射舰2跟这个刺针飞弹，这个逐渐开始部署嘛。那我们也强化，像例如说淡水河口这边也这个未来这个陆军的这个海狼蛙兵也会进驻，然后加上这个陆军直升机也曾经在这个地方演练过。另外，19国防部查到2架强机，其中1架超过海峡中线，伫台湾东南空域出现，加上3架中共军舰侵扰台湾，各军是继续伫监控。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方面的关系，这北部地区即时就伫咧落大雨，那中南部呢，就要等到明仔载这雨水量才会比较明显。不过讲到这雨水要来是汹汹来，而且真大阵，才有可能造成灾情。台南市长黄伟哲早起就去视察这排水工程，另外各乡市政府也派这脚踏车去甲这下水池的乱土挖清起，这大水若来，下水池才有作用。开里路的汽车车顶拢开开，因为雨势伤大，看无啥清楚。方面接近北部新潮这所在19日时陆续来落雨，风也真透。不过南部若是要落雨，也搁等一下。凡是大旱之后，很可能都有大涝，因此呢，就从明天的这个雨量，可能上修到300公里的这个短延时强降雨，甚至暴雨。认真听简报，台南市长黄伟哲19早起视察桂林南十分塘排水工程，了解当地洪水的状况。因为20方面会对北往南影响全台，中南部落雨尤其明显，可能出现局部大水雨，也是强降雨情形。台南的雨量有高上修到300毫米。没有下雨啊，所以说土壤都是干的哈，所以说它首先要先能够吸纳这些的水分，过饱和就会形成的所谓的地表的径流，就会产生一些的灾害。专家讲，可化造成食物拢打气，落雨真严重，可能甲排水都塌掉咧。落雨时阵会造成灾害，为此赶伫落雨进前，各用市环保局出动专门的车，先甲烂土吸起来了后，再冲水，确保排水系统有通。水利局较土起啊，进驻公山的扣水池，甲积掉的土甲清空。针对于这个滞洪池跟一些防汛设施做一些清理的或者是清淤的动作，然后以防我们汛期到的时候，可以让它达到滞洪的功能。这波春雨有可能落较济雨，希望使落伫较欠雨的所在，会用解除开花，亦个未造成灾害。记者综合报道。今年4月到6月，马祖的天气真接大忙，今早起呢，伫南港机场搁再大忙咯。这无人机是跋大飞，加上前一天机场无开，无坐到这无人机的旅客，今仔日也拢来等看卖，看等有位无。就一寡人走去港口要坐船，所发现讲，即马是旅游大季，东港的船票早就卖了啊。南港机场候机室四界拢是旅客，真侪旅客等保位受到大雾影响。19早起，南港机场飞人机无到飞，航班取消也是延后，一等到这个中昼天气较好，机场才重新来开放。我早上8点就到机场，结果一直等了好几个班机都没有飞。对，本来是12点的班机，我等到大概2点的时候才起飞。早上8点之后有三个飞机班次都停飞。对，所以现场有人就是吃中午的便当，因为刚好跨过中午的时间。有旅客讲，前一天早起，南港机场也是拢关起来，真侪班机拢取消，就自由行的旅客因为无飞机通坐，转往南港的福澳码头，想要坐船返来台湾，无想到拄到看蓝色目屎旅游大街，船票早就拢卖完了。排不到，因为候补都70-80位，所以好像也没机会。听说候补5位就没了。连线天气无好，连港关交通旅游局甲船公司参详，18其实已经加开2班来回台北港甲南港的南北之星客轮，总共590个座位，运送旅客。对马祖最近变观光，交通确实要看天食饭。交通旅游局讲，每年大部分季节拢会看情形加开船班。如果雾锁机场的时候嘛，其实我们的5000吨的这个去基隆的船舶，大概是可以输运大概500个人左右了。500吨往台北港的有2艘嘛，大概是600个人，所以大概是1100个人的这个出去的这个量。交通旅游局分析，最近的船票确实是一开卖就拢卖了。那航空甲海运班次拢正常营运，每天上最会使运送2100位旅客。喺机场关起来，启动海运来支援，相关会使运送1100位旅客。加上6月开始加入航线的新大马轮载客数，更增加700多人，渴望隔天就使消化所有滞留的旅客。记者综合报道。
发生伫咧2015年八仙乐园的烟雾爆炸事故，造成10个人死亡，400多人受伤。消基会协助98名受害者，也有罹难者的家属提起团体诉讼，要求赔偿金额要来到26亿。官司到那已经超过6年了。今仔日头一批民事团体诉讼宣判，树林地方法院认定，这主办单位原石创意甲瑞博国际公司，就要赔付人4亿588万。八仙乐园迄当时的董事长顶人是判扁赔，不过消基会强调，因会搁再上诉。当然，他也没办法。穿普罗衫的医师苏爸爸，囡仔伫八仙颠簸当中死亡，已经过几落年啊，早着惯死甲悲伤藏伫心内。啊，毋过伊每一个字句拢充满思念，甚至半暝想到，也是会悲伤流目屎。孩子走了，他永远不回来了。睡觉的时候辗转反侧，男女成名的时候也会。2015年八仙颠簸，各界拢关心，有15人死亡，400多人受伤。消基会协助98个受害者甲罹难者家属提起团体诉讼，向活动主办方原石创意甲瑞博国际，也甲迄个时阵担任八仙乐园的业者，求赔偿超过20亿。第一波民事团体诉讼第19宣判，树林地方法院认定原石创意甲瑞博国际应该赔偿拢总4亿588万外，八仙乐园是唔免赔。要从这个吕中举这边呢，从民事上来获得一个强制执行的一个球场，有它的困难度的了哦。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觉得这样一个判决的金额呢，跟我们的这一个请求的金额是有非常大的落差，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这一个部分可能是没有办法来接受。主办活动的负责人李宗杰已经依照业务过失致死罪判刑5年定案，2019年入监狱服刑。这件团体诉讼官司来去已经拍超过6年，即马才有一审判决。不过法院认定八仙乐园敢若是提供场地，唔免负赔偿责任，互因无法接受，讲要搁上诉。消基会另外协助337个被害人求偿72亿的第2件团体诉讼，目前也搁伫树林法院审理中。但是树林地检署核发的犯罪被害补偿金，目前累计有4亿9千多万。记者综合报道。互一寡来台湾的乌干达学生煞变做是粗俗劳工的中州课代。这个监察院今日公布调查结果，针对前苗栗县劳青处处长彭德俊，也个前副处长涂英辉，以及2位现任的科长杨文东甲李明峰等4名官员，全部拢通过弹劾，专案移送厅改法院审理。中华中州科大去年予乌干达外国学生囡仔投诉，以高额奖学金加高科技实习这个宣传，去因16个乌干达学生囡仔申请来台湾读册，后来煞人送去苗栗县的工厂做工。中华检方去年底对学校、中介业者甲苗栗县政府移民署官员拢总10个人，依照人口贩运防制法，也甲贪污治罪条例等真侪罪嫌提起公诉。监察院19完成调查，认定涉案的苗栗县劳青处等4个官员严重影响公务人员清廉形象，损害政府的名声，所以通过弹劾案。正副处长都说他们是信赖这个2位资深科长的专业把关，正副处长都说他们2个只是第3层的核稿人员。那如果我们政府的体系是这样子，那你觉得这怎么对得起人民的纳税权？这些官员分别是苗栗县前劳青处长彭德俊、前副处长涂英辉、劳工服务科科长杨文东甲劳资关系科科长李明峰。苗栗县政府是讲，彭德俊、涂英辉、杨文东3个人送考绩费，拢已经记过处分在案。彭德俊、涂英辉第17调整委员会主管职。彭德俊处长跟涂英辉副处长，我们日前已经调整为非主管。那处长、副处长跟科长，我们在之前也完成了考纪委员会的作业，记过处分在案。那我们尊重监察院的调查报告。我们这边没有什么回应的，我们尊重，我们尊重。监察院认为涉案的官员有长期暗号放目属下独立厂商，时间压力限缩调查这个代志。当事人甲县政府是讲尊重监委调查结果，专案要移送庭改法院审理。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凤山珠辉关怀学园呢，昨有因进前员工一个医生出来指控讲，因未过期的物件，一个会把这个歹管教医生关起来，一寡无妥当的行为，今仔日个人跳出来压空，讲因的这机构呢会共无名诈生白用别人名机去共请讲师费，甚至是调开离监事会机。
另外，这寡受害者即马也要请律师来甲告咯。不过，这个行园这边的伊是回应讲，因为另外调开记者会来说明，那市政府这边也已经介入调查。 经应声客公司表证明，去年中秋节前几日刚上班超过14点钟。另外一人只是指控本身有讲师的资格，无讲上课，所以互冒名来领讲师费，4档内有可能互冒领20几万。还有人讲，互要求伫个社群软体当中假冒关怀学园的理监事，互线上理事会通过决议。因为我是机构原生，然后我有考取证照，所以他利用我的名义去申请讲师费。修改我的名字，改成黄圈凯。 理事的名字，召开一个假的理事会，他们发起要劝募，所以他们需要开一个理事会通过。有时候我们做到半夜，叫我们起床，他都会说我们东西都还没做完，我们东西都还没做完，有什么资格睡觉？18号有理职员工出面控诉了后，19号阁增加6个人来指控，伫个律师的陪同之下，提告着妨害自由、妨害秘密等等罪嫌，嘛一并提告因有请动工的嫌疑。冒名就是去请领这些补助的部分，第一个首先一定是对这些社福单位构成诈欺嘛，那再来是未得院生同意，可能就是伪造文书等等的问题。那至少刚刚所列就有4个罪章以上。院生提到这些行为啦，那也有机会去构成所谓儿少福利权益保障法里面身心虐待的规定。愈来愈侪人出面，市府已经成立着跨局处专案小组调查。不过高雄凤山资费关怀学园早时表示，以后会阁召开记者会，一一说明相关的事宜，拢予律师来专权处理，因无要阁回应。记者王柳婷、明昭款报道。 宜兰县消防局有一名姓平的这个查甫队员，去年12月，互伫咧分队所在去互人性骚扰，经过医生诊断认为伊有急性创伤压力的反应，应该爱休困静养。不过伊出面指控讲，伫咧请假的过程，唔若互主管甲刁难，佮讲啥物备勤的时间无算是上班时间，工伤假的申请就甲伊退倒登记。尾手伊想要留职停薪，也互拒绝。不过这个宜兰的消防局说是讲。 这一切都是照规定处理。加害者他知道我是在洗澡的情况下，他偷潜入我的寝室。我要离开浴室回房间拿个东西，所以我在没有穿衣服、毫无防备之下开门，然后直接撞见加害者。 讲到司法经过也会错，皮小姐较早是一个消防员，伫宜兰服务。去年伫工作上拄到性骚扰了后，有急性创伤压力的反应。伊讲要请假来休养，却是遭到百般的刁难。拿情绪当你的挡箭牌，我不想在这个时间点伤害你，可是你做了很多的行为，都是拿情绪作为我们必须闯过一个法律界限的部分。 明明伫个消防分队来服务，皮小姐想要请假，气象要求爱亲身走一逝剧本部，也被言语第2摆来伤害，除了袂互伊请工伤假，顶级也一度来动伊病假，讲是因为能力的问题，讲若无上班就以控制来算，也讲该接触的时阵看起来无严重，也过皮小姐连续上班2天了后，病况搁再恶化。为什么这个上级机关可以直接？ 凌驾法条，要说要住院证明，甚至要医生拍这个被害人在住院的样子，确认他有住院才愿意给假。诊断的证明拢无路用，一直到最后住院才核准伊的病假申请。伊惊讲出院了后请假伊阁被刁难，有时该提出留职停薪，依然是被拒绝。即无奈之下，只好被逼来洗头路。备勤属于上班时间是劳工部的规定，好，那我们机关鉴定还会达到的工伤假。备勤，因为它是它的法定职务之一，所以基本上它应该就是要把它算在是那个执行职务的这件事情上。被困的期间被性骚扰，受到创伤，是不是算工伤假？中央甲地方看法无同。宜兰消防局讲，皮小姐休养3个月，有提供心理咨询的辅导，也到病院来慰问。宜兰县长林姿妙是回应，绝对无允准性骚扰。记者综合报道。所有观众朋友来看过这则新闻，讲到这个纽约曼哈顿下城有一座立体停车场，这拜日的时阵是熊倒去，这内面的轿车用对咧落落来。放落来时阵，附近的居民拢认为讲，这声音应该是发生地动。目前这消防人员呢是有找到6个掉在内面的工作人员，其中1个已经不幸死亡啊。崩塌
落来见到请一阵白烟，内底所停的车，规个车头挂伫边啊，位顶悬看落来，几条台车卡伫笔旁的涂骹，真危险。纽约曼哈顿下城一座立体停车场，当地时间18汹汹塌落来，停车场的地板为4楼塌落来到地下室。There's like a large noise and a big rumbling, and then we all got evacuated. My loft butts up with, the garage, and yeah, and part of my wall is gone now. 纽约市政府紧急派人救援，搁找到掉伫内底人的工作人员，不过其中一个人不幸死亡。We have 6 patients. There were 6 workers in the building at the time of the collapse. 4 of them have been transported to the hospital in stable condition. We have 1 patient that has died, and we have 1 patient that refused medical attention. 因为崩塌的停车场真无稳定，消防人员只好为事故现场撤离，改用机器狗甲无人机继续敲找，确保内底无人。搁勘察附近的建筑是毋是有倒塌的疑虑。纽约市的官方记录显示，这位停车场有真侪间违规的记录，当时建筑老旧。消防局初步判定，可能是因为结构问题倒塌，不过详细情形也需要进一步调查。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欧洲议会18通过有史以来上界大的气候政策改革案，按算2030年进前呢，这欧洲的碳排要比2005年减少62%，这工厂是袂当搁再有免费的碳权咯。高碳排的这进口货品会向扣碳税。目前这个法案等咧各国进行最后的批准，若阵确定要施行，业者的成本可能会大大增加。欧洲议会18通过一项更加有企图心的改革案，未来执行更加严格的气候政策，大幅度来提悬欧盟碳市场的减碳目标。在2030年进前，碳排放必须比2005年减少62%。不过未来在欧洲污染环境的代价更加悬。We will be the world's first climate neutral continent, and the deals on the reform of the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the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and the social climate fund are all central and complementary in keeping the European Green Deal on track. 欧洲碳市场要求发电厂加工厂这个污染的产业必须要买碳排放许可，才可度增加污染的排放量。这样做法，2005年到即阵成功减少工厂碳排放43%，严格原无达到欧盟更高企图心的减碳目标。去年欧盟国家甲议会达成协议，同意采取随项新的做法。这阵改革案伫议会通过，2034年了后，工厂会失去免费碳权。明年开始，准备排放也纳入碳市场。高碳排放进口项目，亲像钢铁、阿门涂、铝、肥料、电子甲氢，2026年起会被扣真悬的碳费。It will also put a price for non-EU producers, providing a level playing field so that we will not leave our industry at a disadvantage vis-à-vis their external competitors. They will also need to pay for their emissions if their products are to be sold in Europe. 欧盟会对汽车甲建筑的燃料碳排放实施新的欧盟碳市场，并且动用大票大约2.8兆的欧盟资金来补贴受到影响的消费者。准生活议员等待欧盟各国来进行最后许可。有过也需要用几啊礼拜时间，不过由市场有机的有改革，欧盟碳权的计效这几年已经大起，为欧盟总着几啊10亿欧元的资金来投资气候做法。公视新闻杨干编译。英国这款传统的换戏手术，爱甲胸坎的骨头甚至是边仔骨锯开，才会当来换。不过，伫咧西班牙巴塞隆纳一间病院，因最近利用达文西机器手骨进行换戏的手术，这手术的空隙只有8公分尔，这患者真紧就会当复原。65岁的塞维耶因为是签约华今年2月伫巴塞隆纳瓦尔德西布伦大学病院接受全球头一个全机器手骨细伤口器医师手术，恢复真紧，即摆已经会当轻松骑脚踏车复健。传统器医师手术需要开胸坎锯断边仔骨，伤口有30公分，手术后毋若较握好，感染风险嘛悬。塞维耶接受的新手术方式是为边仔骨下骹软骨甲腹内的芥膜中央切开8公分的伤口。另外，伫胸坎开4个1公分的伤口存入机器手骨，由医师操作控制，切除歹去的戏，再搁放关送的戏。咱人的皮肤会春秋，器官会当顺利进出，无需要甲边仔骨锯开。经过时间5点钟就完成。
Desde el momento que he sido consciente y he salido de la anestesia general por el tema de oxigenación extracorpórea y demás, para mí el dolor ha sido cero. Creemos que es una técnica que va a mejorar la calidad de vida de los pacientes, que va a mejorar el postoperatorio, que va a mejorar el dolor que tienen los pacientes. Y es una técnica que con el tiempo esperemos que se difunda a más centros. 去医师进入细伤口手术的新阶段，伤口是互环境痛痛指数减少，塞维耶只需要普通镇痛解热的乙酰氨酚，无需要大手术后的鸦片强烈止痛剂。主治医师看好未来会当应用到双气医师，无需要增加切口。西班牙的器官医师水准悬，卫生部统计显示，去年平均每天进行15例医师手术。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外交部长会议已经结束，在联合声明当中，有特别讲出对中的挂虑，也搁再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甚至也支持台湾参与 WHO 世界卫生大会。但是卫福部长许水源表示，这就代表台湾的医疗受到世界肯定。第16暗时开幕的 G7 外长会议，第18暗时，伫日本中野经济得顺利结束。这个代表是联合发声明，指出讲俄罗斯对乌克兰是继续作侵略战争，互国际体系受到重大威胁。各国嘛对中国是感觉真烦恼，表态台海稳定对国际是真重要，因为法治自由、国开放的国际秩序 ，G7 会做伙行动。さらに国際社会の安全と繁栄に不可欠な要素である台湾海峡の平和と安定の重要性，これを再確認をいたしました。一个中国原则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要真正维护台海和平，就必须明确反对和制止任何台独行径。虽然讲中国回应 G7 态度是真硬，不过 G7 的成员同款伫闭幕声明内面讲到，伫国家地位不是必要条件的状况之下 ，G7 是支持台湾用观察员的身份受邀请来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WHO） 和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技术会议。对这卫福部长许水源是回应讲，咱对这是感觉感谢，嘛代表讲世界先进国家认可台湾伫卫生医疗方面的成就。如果有机会的话，那就跟过去不是把它归类为理念相同的国家，但是事实上，那他们也有参与到这些国际的组织里面的，那跟他们多一点接触甚至有机会的话邀请他们到台湾来。卫福部所落来嘛会伫5月后半个月带团去 WHO 视察，包括民代和国内相关的医疗团体拢会做伙去。许水源讲，这嘛是医疗外交的一部分，需要长期累积。今年希望讲，阁下出一大步来争取国际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伫南美洲唯一友邦就是巴拉圭，4月底因要举行总统大选，在野党候选人艾里格里已经表态，若准选调就和中国建交。最近，搁再表示讲，巴拉圭为着要维持甲台湾的邦交，造成这黄豆还佫牛肉是跋倒卖去中国，而且卖台湾赚的钱也无够，利益伤过少。咱的外交部表示，无论什么人当选，拢会甲新政府合作，也不会用金钱挂钩的方式甲中国竞争。巴拉圭4月底就要举行总统大选，在野党的总统候选人艾里格里进前就捌表示讲，若选赢会考虑和中国建交。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阵，伊佫讲，过去60年来，巴拉圭为了和台湾维持邦交，黄豆牛肉无法度出口去中国，但是台湾互因的利益佫无够。Y vamos a resolver en base a los intereses nacionales y también, por supuesto, en base a nuestras alianzas en la política internacional, también por supuesto. Pero las relaciones actuales son insuficientes. Nosotros tenemos una posición crítica a lo que hoy tenemos. 巴拉圭是全球第6大的大豆生产国，其中大部分拢用伫出口，嘛是主要牛肉的供应国。外国媒体报道讲，巴拉圭大豆的出口目前是无妨扣税，有真悬的竞争力，但是调伫和台湾的外交关系无法度去中国市场。但即马艾里格里和执政党红党的候选人潘尼亚民调是差不多，潘尼亚讲会和台湾维持邦交。No vamos a subir los impuestos a los emprendedores, ni a las empresas, ni a nadie, porque los emprendimientos generan un gran impacto en donde se instalan.
traen empleos directos, seguridad social。外交部有信心，不管任何政党候选人当选，都将持续与巴拉圭的新政府携手合作。巴拉圭是目前咱伫咧南美洲唯一一个友邦。最近咱才拄和洪都拉斯断交，外交部强调讲袂和中国去比用钱买来的外交。两国的关系嘛无应该变作敢若是咧化价共款，会和友邦去做各种合作援助的开发计划，直接帮助因的政府和人民。记者综合报道。空间出版社的自然科学课本内面写花纹的土豆，就是马铃薯，是因为这是中国用语，引起众人讨论。空间出版社就用声明来回应讲，课本的编排是为了让学生了解一种物件会当有几多种的用词。这个事件也互大众伫咧讨论，是因为有真侪少年家啊使用这社交软体、影音文化等等的影响，开始伫日常生活当中使用中国的用语。这款物件安尼用落去了后，对台湾的文化发展有虾米款的影响呢？咱做回来了解。空县国中一年下学期的自然课本写花枝的土豆就是马铃薯，引起侪侪讨论。看教育部的词典，土豆确实有收马铃薯的意思。教育部长潘文忠也出面解说。主要分成2大类，一个就是适合在中小学学生学习或教科书编定，另外一个是比较适合做学术研究。出版社这边所引用参考的是这个比较属于研究型。这个事件也让人关心，部分台湾人开始以视频代替影片，质量代替品质等等，以中国用语代替台湾惯习用语。这些小朋友现在接触抖音什么之类的，就其实都知道这些，所以没有必要这么较真。有时候讲中国用语的时候是一个幽默的感觉，我会觉得蛮好笑的。还是要区分出来，哪一些是台湾，哪一些是中国。不同学生对中国用语的接受程度拢不同，学者表示，台湾甲中国拢接使用中文，难免会受到影响。虽然两边的用词一定互相影响，但是为了文化主体性，确实有需要区别。中文毕竟是即马台湾上普遍的语言，中文的用词甲中国要哪区别吼？其实讲是真困难，至少爱做到动中求异。教育部即马有词典吼，伊即马词典伊上无嘛，踮咧词典顶悬讲互清楚讲这是中国的用词。学者指出，语言是文化上重要的载体，但是台语会使伫台湾普遍，语言参中国有分别，自然较袂受到影响。但是这也牵涉台语爱正常化，真做日常生活当中的语言。学者建议，政府会使成为公家单位，自然提供多母语服务开始。记者郭长随台北报道。台中太平环绕路庄土地所有权争议已经有48年，牵涉11件的这个官司。其中自救会会长林秀芬的厝，伫这个月初10，互台中地方法院强制拆掉。林秀芬今仔早起去到现场搭天道伫遐，讲要来登记抗争，当地居民也来解消停。提出简易的芳厝组合，而且搬来枕头甲棉被。台中太平环路自救会会长林秀芬，19号早起转来到家己向强拆的老厝进行就地安营。墙边除了破弃的厝遐，抗争了后的粪扫以外，也有真侪网虫，环境真不好。继续住下去，继续挡下去，所以我也必须要继续扎下去。这个是我对村民的承诺，然后也是村民反馈给我的一个信心。那这个信心，我们结合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团结的力量。台中太平区环路庄土地所有权争议诉讼48年，这个月10号，台中地方法院执行强制拆除作业，爆发激烈警民冲突。林秀芬的徛家去弄破厝遐，断水断电，搁再用茶棒将门封死。打死不走，永远守护。打死不走，永远守护。因为环路庄其他的媒体也传出后续有可能向强拆，林秀芬安营展现抗争到底的决心。庄仔内将近20位的居民也到现场画口号相挺。规马排无困啦，会使讲啊，真落苦啦，到遮爱互放定啦。哦，实在嘛真辛苦啦，伊都有一个坚强的力量，带动着阮全庄会当来踏出一条公平的道路啦！我也非常的支持，我们庄内的人都非常支持我们的主委继续在这边抗争，我们也都强力的支持他。
台中地院的公告由原搭伫咧林秀芬老厝的壁顶，表明已经将厝的现况点交予债权人地主，任何人不得侵害权益。自救会强调，居民依法有土地优先购买权，质疑地主是建商的人头，表明绝对无爱退缩。记者台中报道。台南市有一个家友，那亲像要伫咧地下道休困，不过伊无要配合社会局的一个规定去登记，就被入去互社工讲伊就爱刷离开遮。想袂到这个家友呢，就摕铁链啊去到社会局端，甲物件弄歹了了，就要警方来到现场压制，也甲这个家友强制送病院。警察叫这个查甫人赶紧甲铁链啊放掉，想袂到伊竟然冲过来，甲警察杀来杀去。所来警察赶紧甲伊喷咸椒啊水，甲人压起来。这个姓陈的查甫人凶凶撞入来公部门破坏，也害员工惊一条。就先敲那个外面的那个铁窗了，铁窗敲完就直接进来扎呢。是待10几年了，他们没有遇过。本分局员警抵达现场后，因犯嫌情绪极不稳定，持续拍打电梯门，员警立即以辣椒水制止，逮捕犯嫌。这个代志的因端，就是社会局为着规范家友，所以有定生活规范，要求家友袂当伫咧地下道内底食薰啉酒，搁着守规矩。安尼社工才会安排因伫咧地下道生活。不过，这个姓陈的查甫人，因为迄天有食酒，方要求就要离开地下道，伊一个生气才会走来社会局内底乌白乱。我们希望街友聚集在东风地下道的时候，他可以就是不喝酒、不抽烟，然后要把自己的东西摆放整齐，那也不可以就是随便骂人或是偷东西，这个我们都有一个公约的规律。社会局强调，定生活公约是希望家友会当互相尊重，嘛避免影响公共空间的环境。目前社会局有个名单追踪的大约是230位家友，就是希望会当提供因协助，嘛避免和一般的民众产生冲突。这个姓陈的嫌犯后来互依照妨害公务毁损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伫咧检察官复审了后，嘛甲这个嫌犯送医收容进行精神的评估。记者综合报道。伫咱国内不时传出这计程车司机互人去乌白骂、乌白拍的事件。今仔日的六大计程车工会理事长召开记者会，谴责这寡暴力行为，因也呼吁政府就要赶紧修法，互计程车会当真防护措施，也就要建立通报机制来确保司机的安全。你也讲脏话了，好不好？我讲脏话是我的习惯。我不打你，我不打女人也是我的习惯。我也很想。今年2月，现场的计程车司机半暝继续开车上路接单，想要到车顶酒醉的女乘客却凶凶骂伊，甚至甲伊拍，造成伊的面部有真侪刺伤，甚至对开车心内产生会惊。收入已经就为了这个事情就应该少了1半以上吧。对，然后心理上的恐惧，晚上又睡不着觉。我们是计程车司机，不是行动沙包。对，我们凭己之力赚钱，不需要受到这种暴力、对辱骂，甚至是殴打。向外界发声，唔通阁将计程车司机当作行动沙包对待，因为计程车司机被拍或者是不当言语骂事件，差不多大家拢有。唯独在同款的事件却发生，六大计程车工会理事长19早起开记者会，谴责生气暴力行为，同时呼吁政府相关单位应该针对计程车司机的人身安全做出预防和处理措施。交通运输业的这个管理规则里面还没有这样一个法令，让我们司机朋友可以自行安装这个防护措施。那目前如果是安装的话，可能会检验会不通过。我们希望修改这一方面，让司机朋友可以来安装这样的防护措施。计程车工会呼吁政府除了要赶紧修法补助计程车司机合法安全保护措施，警政单位也建立刑事通报机制，将预防和阻止交通工具暴力事件。记者综合报道。顶一届亚运，台湾伫咧柔道这个项目摕到2块铜牌，伫东京奥运摕到金牌。游泳会表示讲，这9月杭州亚运伊的目标就是要拼金牌，而且柔道总会这个月也要聘请日本教练高市贤吾来到台湾担任长期的培训队教练，一定会有大大的帮助。
虽然讲是练习，因为为对高市兴五两个人根本是真正伫比。高市兴五是前日本男子66公斤级的选手，2014-2015世锦赛2连霸。去年5月退役，这个月受中华民国柔道总会聘请，登记担任培训队教练。因为为讲亚运最后对手是日本的影山龙树，也甲东奥金牌高定直修，所以高起来一定会有真侪帮助。他也是东海大，也是高层直授的学弟。对，所以其实相对来说，他之前也是跟高层有对战过的。那其实他也是算非常熟悉。那我们就是有讲过说，我们可能就是很难，没错，但是他会努力，我们一起努力。他刚来，我们也在做一些的互相的一个了解，跟如何来让选手带来最好的一个在训练上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提升，这样子。伊家己2月伫巴黎公开赛，因为头记伫涂骹，互人判定是危险动作，所以互淘汰。因为为讲这种情形袂阁发生。防范就是比如说这个头已经快接近地面的时候，你要做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自己的头不要去做支撑的动作？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在训练上一定要有意识。肌耐力有提升，体力继续维持，有氧胃功这拢真重要。伊家己2018年亚运摕到铜牌，创下个人最佳成绩。亚运前上界重要就是莫受伤，伊也真自信讲家己的目标。当然就是要以金牌还是金牌为主，就是目标就是设定在那。记者综合报道。遇到罕见疾病建中学生顾文凯，伊的脚甲手筋肉拢萎缩，敢若会当坐轮椅。不过，伊真喜意厨房运动，伊阁做演技影片分享伊练习厨房的过程。即马建中也甲伊推荐去参加即届的总统教育奖，目前已经通过初审。Hey guys, I'm Kevin, and I can't stand up, and this is how I skateboard. 看起来这照片是顶一种和人无同款的自信。17岁建中高二的学生郭文凯是透过这支家己录的英语影片，向国际朋友是分享伊上爱的厨房运动。得到罕见疾病的郭文凯出时还未满1岁就开始发病，敢若当坐轮椅嘛未影响到伊这么喜意厨房运动。其实我个人认为，滑板它跟其他的球类运动，例如说羽球啊、桌球啊，不太一样啊。因为滑板有点像是跳舞，它是一个美感来判断的运动，就自己开心就自己就好了。就算行动无方便，郭文凯却无感觉家己和一般的人有啥物无同。尤其自细汉，爸母就甲讲，身体无方便，颠倒要比一般的人更加拍拼。一个对一般的人来讲，真紧就学会晓的厨房动作，伊嘛要开5天来练习，但连手骨拢练甲受伤啊，伊嘛袂感觉安怎。在轮椅上，我手就这个范围，然后脚也动不了，我就感觉卡在轮椅上面。但假如我下滑板，我手要怎么动都可以，脚怎么动都可以，我整个人感觉更自由。对，可能不止正常人，我感觉我比正常人更自由的一种感觉。郭文凯感觉讲，厨房运动就亲像是予伊一对自由的室啊，而且因为过去爸爸去美国做工课，伊自细汉就伫咧国外读册，英语安尼一路学落来，都也阁考甲满分990分。伊阁找时间去教偏乡的囡仔英语，成绩一直拢遮尔好。伊未来想要读台大的法律系，也是财经系。伊拍拼的过程嘛，互建中推荐，提报总统教育奖嘛已经通过初审。记者综合报道。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有一个特别的研究员，伊是美国人，叫做康伯。也因为伊注心伫咧研究咱台湾的王爷文化，甲王爷文化国际化，第二日佫摕到教育部的学术奖。伊对王爷信仰真热情，而且亲密研究，这个推广，连伊的外号也让人叫做王爷。你看到这个，他们不讲话的了，然后那个脸就非常恐怖哈。现家己的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康伯，毋但热爱王爷信仰，外号嘛号做王爷。伊讲头届接触这是40当前伫台南西港的小王船，迄时互伊印象真深。党机啊，在那边打着流水，还有道士啊，这个塞公啊，还有那个还有烧王船，我就觉得这个是台湾人以前面对疾病的一个应变，所以我就是想要研究这个历史的转变。
王爷是台湾民间重要的信仰，康爸因为对疾病甲人类历史有兴趣，发现王爷了境是一个忏悔仪式，嘛因为有兴趣，注心投入研究，嘛捌去屏东东港做田调，甲在地顶头博感情，除了学台语，嘛对咧啉麦仔酒，甚至爱啉金门高粱、食海产蛋。比台湾人更较有台湾味，伊嘛认为其实台湾的文化，咱少年辈嘛真支持。现在台湾年轻人也开始对他自己的家乡啊，开始有认同感啊。你不要以为以前的年轻人懂，他们也不懂啊哈，大家都是惯习啊哈，时间到啊哈，爱参加啊哈。他以宏观的角度探讨宗教与司法的相互影响。不只是台湾竞赛，嘛像台湾人，今日啊，伫教育部所举办的奖项，康爸对行政院长陈建仁手中摕到学术奖，因为伊将台湾宗教信仰带去国际。这位美国籍的教授笑讲，会当伫台湾做这种研究，真正是甲王爷真有缘。记者台北小凯台北采访报道。水情正热烈，这水利署针对新的紧急海水变迁的基础重新启用，最近参在地渔民里长达成共识，按算只是进程会完成这次，一开始逐工会产生5000吨的水，才豆豆提升到一工9000吨。新竹市嘛宣布，对今仔开始呢，会停止公园抑个喷水池一寡公共用水。新竹紧急海水淡化厂是在2冬前全台可花期间临时设置的，当时5个月总产水151万吨。即马因为又搁拄着欠水，需要重新启用。经过水利署甲在地渔民沟通了后，决定2时开始，搁再一次进行运作。如果没水，没有靠它的话，大家没水用，那也是很惨。总不能凿井挖地下水吧？渔民的话，他们认为说，那既然他们在那个相关的海水生产的过程里面，可能忧心有相关的一些权益的一个损害，那希望政府能够有相关的回馈措施。那这些东西我们在现场都有相关的一些回应，所以那个渔民他们才那个同意我们这边能够来产水。那重点就是我们这边也承诺我们的产水量本来我们的设计是最大可以一天到1.4万，那现在目前产水量的话，我们可以减到9000。除了紧急海水淡化厂准备重新启用以外，新竹地区也宣布调整所有公园以及观光景点的用水，自今日开始，不是必要性的用水，拢停止提供。公园绿地有些喷泉水务的一个造景设施，在这段时间将会关闭。那我们的公厕会逐步的来改成省水的一个水龙头。那大家比较担心的是说，我们乔灌木植栽的一个浇灌，那我们会利用水资源回收中心的回收水。到19为止，目前新竹宝山水库水量存29%，保利水库是38%。新竹科学园区把继续对厂商要求自我欠水5%，大家拢希望会当量早脱离可花所带来无方便。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中山大学打造全台湾头一台有 AI 功能，而且100%拢是台湾制造的海洋专用水底无人机，会当判断物件，看是这个玻璃管啊，也是塑胶管啊，甚至是畅水源，也有海龟等等20多种的成分。透过这 AI 系统，会当分析山、石头等等的材质，会当应用伫咧国防力量养殖海洋搜救。不过，这电池是食电就比较较废弃，即卖也研发出讲免上花就会当换电池，甚至是充电的技术。看到潜水员标示出潜水员在影像中标出潜水员的那个的位置。虽然出唱水员的身份，阁会当对对方的行动一边耍一边翕。这是中山大学、清大、南大、科大这学校做伙做的全国第一台有 AI 能力的自主式水下无人机。作业时间被限制之外呢，潜水员他的这个范围除了那个水平面的广度之外，还有他这个深度也会受限。那这些限制呢，透过这个水下无人载具都可以去克服。电池装起来了后有260公斤重，上深会当畅水到1000公尺以下。团队表示讲，自主式水下无人机突破真侪人类的极限，会当用伫污染的监控、精准渔业养殖、海洋搜救和国防等等。应用在不同的场域啦，像说在那个大范围的这个海床的地形的测绘啊，然后呢，这个海床的海底的这一个生物啊生态的这个调查，然后还有这个
水文资料的调查。组组织水下无人机会分阶段伫高雄港、安平港这外海来实测，加强克服各种海洋环境的能力，嘛会发展紧冲技术，希望未来会当隔水充电，唔免阁起来，会当伫水底作业的时间阁较长。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您就知。吉兰到新竹对22度到25度，苗栗到云林对23度到25度，嘉义到屏东对23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2度到29度。平阳金门马祖对19度到25度。在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